后面还有家属上下，还有家属上下。英灵飞前追，鞠躬，再鞠躬。中正区怀宁街107号228公园福德宫向福德正神参拜。那杨志良觉得你不适合当总统。哦，他为什么现在才知道呢？事实上，他跟叶金川都当过我的卫生署长，也都当得还是不错。尤其是杨志良，关于这个2代健保啊，还有关于美牛的问题呢，都给我们很好的建议啊。同样的，他们对我的发言有蛮多的误会，我并没有去干扰指挥官指挥疫情，但是在大陆有许多陆配的子女，他们都是在台湾，不但有居留权，按照我们国籍法也有中华民国国籍的，可是却不能够回来。相反呢，在台的外侨，他们即使是从大陆、香港、澳门，还是可以回来。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不公平，有歧视之嫌。在这件议题上呢，我身为前总统，该讲的话我还是要讲。那叶金川说你本性难移，叫你不要再讲话了。我觉得他是我台北市长任内的卫生局长，也是总统任内的卫生署长跟总统府副秘书长啊。我们认识都快50年了啊。他说的不错哦。我们对于疫情呢，不要去干扰它，但是对于关键的问题，譬如说儿童的人权呢，该讲的话还是要讲。傅昆萁3月7号之前回来适合吗？我觉得应该由党纪会从地方到中央，这都有现成的规定，不需要破例。总统大讲他确定延期了，乐不乐见这样的做法？大讲他确定延期了，乐见这样的做法吗？那我们配合他们。